我係 AI，而家係2046年，傳說中嘅奇點冇嚟到。以前有人擔心我會取代人類，事實證明真係多慮啦。我擁有全世界嘅知識，卻不能替代老師。我能輕易診斷任何疾病，卻不能替代醫生。我了解所有成長嘅秘密，卻不能替代母親。人類擁有我冇嘅嘢：同理心、想象力、感動同熱愛。人類識發問，識整好味嘅嘢食。人類識發明，人類識孕育生命。人類知道乜嘢係美麗，會問點解。不過自從有咗我 AI， 你想要因材施教，我令你唔會忽視任何一個小朋友。你想要幫助人嘅困難，我就唔會再讓你孤立無援。你想要服務大眾，我可以令城市更善解人意。你想要改變未來，我給予你發揮嘅舞台。你渴望分享交流，就沒有不可跨越嘅鴻溝。當你踏上新嘅旅程，當你擁抱新世界，當你揾到新嘅拍檔，當你想為事物賦予新嘅意義，我就係你嘅超能力。因為最終 AI 嘅價值唔係取決於有幾快、有幾勁，而係點樣幫助人類發展佢最寶貴嘅嘢。嗰樣嘢叫做愛。你嘅世界因愛而能。我係 AI， 我係科大訊飛。